好，来，我们继续看上次那一点点。我们要用上次那个心智图来看。那因为最后，所以我把剩下那一点点，好，那个水的循环来讲一下，然后把它摆在最中间，好，来，水的循环有3个步骤，它一起叠循环，啊，没有谁开头，没有谁结束，就一直跑。第一个循环，蒸发。来，理化问一个问题：蒸发跟气化有什么不同？水的三态，蒸发跟气化差在哪里？气化应该是气化是从冰变直接变空气的。都气体变，都是液体变气体嘛，蒸发也是啊。蒸发也是液体变气体。蒸发会一直存在。蒸发是局部，那个气化是表面。你有讲到关键的啦，只是你的分类比较混。蒸发就是一直都会蒸发，但是气化是一瞬间的事情。气化怎样？是一瞬间的事情。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东西叫沸？有一个东西叫沸。那个沸是到一个温度，那蒸发是任何温度。蒸发是一种气化，但气化还包括沸腾。啊，这样了解啊？比如说气化就是液体变成气体，但液体变成气体有2种，一种是任何温度下都会有蒸发，一种是只有到沸点才会沸腾，才会沸腾。所以你们是不是随时在蒸发？所以我讲咱地下铁俗谚讲讲10年修得同船渡，下一句是什么？你有听过？100年修得共枕眠，共枕眠就是当夫妻了嘛，对不对？那修100年才能当夫妻，但是你就算同一艘船，就像现在没有坐船了啦，你跟一个人在同一个捷运车厢里面坐同一班捷运，你就要修行10年。那我问你，你们当3年的同学要修行多久？坐一班捷运就要修行10年哦，当3年的同学，所以你们前辈子至少30年吧。所以你们关系很密切。我讲的我们空气中充满水蒸气，对不对？这些水蒸气哪里来？你身上蒸发了。那我们在同一个教室里面，我们的空气里有每一个人身上蒸发的汗水，然后你是不是把空气吸进去？里面有没有水蒸气？有吗？所以你们关系密不密切？要不要修炼30年？要不然听完就下出去了哈，不晚上课我就夺门而逃。那我来上你们的课也是修炼的结果啊，对不对？我好歹吸了1节课啊，你们吸了8节课嘞。好，在蒸发。我想这我讲完这我想到，我20几年前，快30年，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在外岛，在哪外岛？我在东沙当兵，东沙知道在哪里？很远呢。不是东引哦，东沙岛花尾节北投一环，海南岛、台湾、东沙的。我们登岛第一天上面没有淡水，
但上面有海水淡化厂。这样讲的海水哦，海水淡化叫我们干嘛？先行鲁达拉。我鲁达拉完之后呢，洗完澡要干嘛？要刷牙对不？我居然接那个水来刷牙哦，才含到嘴里哦，一股那个臭油味呛出来，等下人甲我笑，无人要用迄刷牙的啦，无你安怎刷牙？当然是买矿泉水啦。矿泉水不止喝，还公有刷牙。我们海水淡化厂会把那个海水做2次淡化。你知道2次淡化干嘛？能喝吗？不能喝。干嘛？你知道？给厨房做我们的伙食。不能喝，我们的汤就是这样，它当然不能直接喝啊。但是我们的饭菜都是那样做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要给它救。这告诉我们一旦没有淡水，我们岛一旦没有淡水。我们淡水没得喝我们淡水怎么去了？让台湾运去了啊！湾的补给10天去一次，但是从台湾到这边，这南海很容易有台风，对不对？如果船遇到台风怎么办？不是延期哦，那一班就取消哦。等10天后再去，又来一个台风，又取消一班。取消2班，前后2班船隔了多久？你知道？就整整1个月啊！整整1个月，我们的水都喝完了哪有多的矿泉水啊？大家口渴要死，没有水喝哦，就没有水喝怎么办？我们又不敢喝那个海水淡化的水，结果我们主意打到什么头上？你知道吗？我们都住地下的碉堡。地下碉堡做潮湿所以每个泡堡内底拢有啥？除湿机，你有用过除湿机无？除湿机下面是一个梯啊，伊若滴满伊就停落来啊嘛。你以前装满，你会讲怎样？拿起来通倒掉嘛，再装回去嘛。我们也一样，可是我们要通倒掉，我说我很渴看起来蛮干净的，这可以喝吗？这可以喝吗？科学要讲究什么？实验精神。来，谁最菜？找一个菜鸟新兵啊，叫过来，来喝一口看看。有那新兵，真的要喝吗？没死啦！无阮家袂起来，你若倒落，我甲你动。马上叫救护车，我们没叫救护车，我们那个岛上那医院马上就在隔壁而已，那个岛那么小，他就那个兵拿起来，他很尽责哦，他这样尝一口之后还这样，好喝吗？是没什么味，不过士官长，你下次不要把内裤晾在房间，好不好？我觉得有味道。士官长说，你那个心理作用跟我们讲的一样啊。你想想看，你今天呼吸的是全班每个人身上蒸发的汗水，对不对？可是理论上，这个汗水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纯水嘛，因为那是蒸发的。好，然后指挥官你这样搞黑水拿回去台湾化验，说到底可不可以喝？你看我们多惨，我们没水到喝除湿机里面的水。后来他跟我们说可以喝，我们也不知道他骗我们还是真的，因为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讲的话。所以蒸发，我才想到一个我们大四的时候我们大四的时候曾经
去实习1个月，我连台北考师大物理，我实习1个月，那时候我还记得在台北万芳国中，他们是男女分班，其实我国中时候就男女分班，我们抽男女分班，那我们会抽男生班还是抽女生班？假如是就我们抽那个女生班，我抽到女生班，也没什么。后来我才发现，女生班比男生班还恐怖哦。男生班好像会打架很凶，可是女生班是那个风平浪静的底下暗潮汹涌，那个比表面的那个还要激烈。好啦，重点是安尼，重点是。应该说，熊尾子刚最后一天我们要结束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都知道我是最后一节课的，这不是我也没有说我什么特别的，但是我们所有上女生班的同学拢是安尼，加入来特定礼物卡片满满的然后我要提回去，我调多卖这边挂那边挂不完，正愁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那个男生班的同学出来，空手，一张卡片都没有。看到我们这样，我们还跟他说：“你没有东西来帮我提一些，更生气了，还回去要记得还我，不要被我赶走男生女生就是差别那么多。这不是重点，这重点我讲，他那时候有一个问题，我们教国2教到燃烧，这个有一个不是我们班的，我们同学班的，有一个国2的同学问他一个问题，这个你们参考一下。他问他一个问题，结果他答不出来，老师答不出来很正常，他就回来跟我们讨论，我发现我们也答不出来。你看一个国2问的理化问题，考倒了一堆大四物理系的学生，害我们还要回去问教授，他问什么伟大的问题？来，我讲了一件，钙的燃烧嘛，我就钙的蜡烛的燃烧。老师，为什么蜡烛的火焰一吹就熄，木炭的火焰却越吹越旺？一样是吹它，一样是火焰，为什么是2种完全相反的结果？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重点不是答案我重点是为什么他可以发现这个问题？你们一定要吹过蜡烛，也吹过木炭为什么你们没有想这个问题？你也记得细汉的时候，拢讲为什么问到大人都很烦，叫你点点。叫你点点久的时候，你问题就塞住。你刚开始是有不敢问，久了之后，你的管道就塞住了，你连发现问题都不会。找回自己好奇心，发现问题的能力，这是研究科学的第一。要先怀疑啦，要先怀疑。你讲，结果我问的答案是啥？然后我甲你讲解，我有开悟了嘛？有。重点是液体、固体、气体哪一个会燃烧？你说都会啊，蜡烛是固体嘛，酒精是液体嘛，瓦斯是气体嘛？错，只有气体会燃烧。酒精什么？刚刚有一个重点，固体和液体都要蒸发成气体才会燃烧。这间房间里面，如果充满着瓦斯，你点火会发生什么事？爆炸。如果我把汽油泼地上，点火会发生什么事？烧起来。
两个差别在哪边？范围啊。可燃物、助燃物、燃点。如果这个房间都是瓦斯，又跟空气混合，你一点火，三个都达到了，对不对？一起燃烧了，一起燃烧，剧烈反应叫爆炸。汽油泼地上，你去点火，底下的整个油会不会烧？不会，表面已经气化的汽油燃烧而已。上面烧完，下去再补充，所以一直烧。你如果把这个房间都关起来，你等这汽油房间充满了油气之后，你再进来点火，跟瓦斯是不是一样？你把它变气。蜡烛怎么燃烧？固态先变蜡油，再变大蒸汽，才下去燃烧。所以我们对一个东西吹气有两种效果，一种为什么它会熄灭？带走热量，降低燃点，拉掉一个燃烧要素，熄灭了。但是对一个东西吹气，是不是可以帮助它气化？帮它气化是增加气体的量哦。对木炭而言是这样，所以你吹出很多木炭的蒸汽来。所以你看木炭哦，你在吹的时候它火焰小下去，可是你停止之后，它烧的比刚刚还要大。原因就是你不可能一口气把木炭孔隙的火焰全部吹死，等你停下来，那个火星再引过去刚刚被你吹出来的木炭蒸汽，它就会烧的比刚刚还要剧烈。可是蜡烛只有烛芯一点，你吹出再多的蜡蒸汽，烛芯那一点火被你吹熄了，除非你再去点火，不然没有用。好。解答是这解答是我们去问化学系的教授得到的，原来我们不知道，真的就被考倒了哈。所以要发现问题，啊，要发现问题的分析。来，蒸发上去到高峰，发生什么事？理解，它这个是液态变气态的过程嘛，然后这个又是什么？气态变液态，有时候甚至变固态哦，太冷了也会结冰哦。啊，然后掉下来，降水。为什么不说降雨？因为你落来有可能是 snow 啊，有可能是 ice 啊，啊下雪啊，下冰雹啊，啊，下来就继续蒸发，完成一个水，这个水循环，水循环，哎，这就是我们上次最后的东西。好，来，我们把上次的复习一遍哦。可以。我知道那个有时候做的听课很痛苦的，我自己讲老实话，我自己当老师哈，有时候我们也要去上课。好，哎呦。我每次去上课很奇怪哦，都很容易头痛，你知道吗？后来我发现我为什么头痛，因为我要强忍着打瞌睡，好，忍久了就头痛。可是我站在台上讲课，我一定不可能打瞌睡，对不？就依照阮这边的人来讲，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做"官怕入列，兵怕出列"。兵哥平常都像你们在底下。叫你们上来，你会惊没？会惊。不过叫我们下去底下坐着，换我们那个军官都在台上训话，
等我们换下去地下做，很难过。所以其实我要准备的东西也是啊，就是这45分钟里面咱要写条记，不是同时来这个要配合啦。我如果有机会，我放去年那个你们学长姐，我让他们用平板玩，你知道他们玩到什么程度？我们早上第4节课要吃饭了玩到下课不吃饭，你知道吗？再玩一次，全班嗨到这种程度，不是在玩游戏是在复习地科只是用卡布来复习地科不然我的程式我的东西都写好了对不对？我花什么？我花自己晚上的时间写的呢。我帮你们3个班建 Google Classroom， 然后我把那个活动加到 Google Classroom 的作业里面。你看，今天你看，这2年应该做1张你班，对无？这你开起来当连线扫你把恁的 Google Classroom无法度没连线起，所以忘记别个你刚可以用别了只是我们总要解决的啦总要解决。我一再强调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我还希望，我调查者，你有跟 AI 聊天过的举手 ？ChatGPT 那么少，不到一半。好，放假。我要你们做的也是其中一个。你跟 AI 聊天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作 Google， 你不要问他资料，你要他做什么事，他可以思考分析，你要把它当成一个人，你跟他讨论一个议题，甚至有价值冲突的议题。我举个例子，我认为讲过那个地层下陷的问题，我认为你来讲过地层下陷，我们补助他又担心他说他职领补助不做事，可是他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又引起地层下陷，那该怎么办？然后他会讲他讲的时候你可以反驳他，可以质疑他，你就去跟他讨论，你不要完全相信他。你这样做的好处是，你学会怎么使用它。我想让大家地科这种知识，或许你以后用不到，可是 AI 你一定会接触到，而且它搞不好会跟你抢功。未来 AI 的时代，你如果还要做 AI 会做的事，你一定会没有工作。那你要做什么 AI 不会做的事？我跟我去年的学生讲过，以后你们每个人都是老板。为什么 ？AI 公司火鸡，你都是公司的老板差别在哪里？有的老板公司很赚钱，有的老板公司会倒掉，差别在哪里？你会不会带你的伙计带你的手下你会不会给他发号施令你会不会他做出来的东西，你去说，你这哪里要改进？你以后要做的是这种事情，你不要去做他做的事了。你要去看他的东西，然后下指令，命令他该怎么做，做到满意的东西出来。这是未来你要做的事。你要会这种才有竞争力。这很难，但是问题是，你现在就学会怎么跟他打交道。所以我只要上的课，
不管是本土语也好，还是地球科学也好，我都会想办法让你们去运用一点 AI 的东西，那你们自己有空也多去使用，因为我讲过，我都希望尽可能的在除了地科之外，你学到一些对你一辈子有帮助的东西。这心智图就是其中一个，语言也是一个 AI 的运用是另外一个。好，好啦，咱把评委讲的附近到，来让海水。很快复习一下，海水占全部水体多少？97嘛，哈，它加起冰川嘛，这2%嘛，它这地下水嘛，1%嘛，啊，差很大嘛，97、2、1。那地下水里面还有1/10左右是什么？河啦、湖啦，啊，这个东西。来，冰川我们上次讲过，大部分位于南极，还有一个，其实还有一个岛。来，我本名看一下。世界最大的岛哦，岛哦，你买岛讲南极哦，南极叫大陆，世界最大的岛，高雄山，格陵兰岛。啊？格陵兰。对，格陵兰，明白？格陵兰是一个冰天雪地的岛，它岛上90几被冰雪覆盖。但是你知道格陵兰是什么英文翻过来吗 ？Green Island。Green Island 哦，绿油油的哦 ，Green Island 哦。格陵兰它现在是属于哪个国家？管辖，你知道？上次川普上台之后，他要买格陵兰，然后他去找哪个国家的政府？丹麦。丹麦跟格陵兰中间有一个国家叫做冰岛。冰岛英文当然是那个 Iceland 的嘛。你听到冰岛这个名称，你头脑想的是什么？冰封的岛，错。冰岛是一个火山岛哦，它纬度很高，所以它有冰雪没错。但是它在火山所在的地方，它是绿意盎然的岛哦，所以应该换名念在冰岛才应该叫 Green Island， 那个 Iceland， 冰岛这名称应该给格陵兰才对啊，名不副实嘛，这是我们观念说缺什么。格陵兰缺绿地嘛，所以就叫它直接翻应该叫绿岛，就我们那个有绿岛，它直接名字意义应该叫绿岛。所以格陵兰，是除了南极之外，冰很多的地方。来，地下水，咱讲点地下水，来咱解题目恁做解，然后我们把那个地下水面讲一下。137页例题之一，这是课本里面的例题。来，你们把这里很快看一下，做一下。
好，这条一讲1号井可以取到水 ，A 跟 C 都是不透水层，下列何者正确？来，第一，以为地下水面对不对？不对哈，你如果是地下水面的话，1号井一定抽不到水，它要再往下钻。好，所以如果甲和乙要选一个地下水面，甲才是地下水面啊，甲才是地下水面。来 ，A 层中的孔隙大于 B 层，应该是只有 B 层有孔隙 ，A 跟 C 是不透水层，表示它没有孔隙。这我们如果是沉积岩的话，我们学到沉积岩的时候，你会知道页岩，A 和 C 应该属于页岩层，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讲到。好 ，B 应该属于砂岩层，因为砂岩层会比较有孔隙的。好，页岩层是很密的，所以 CB 层为透水层。所以这答案应该是猪嘛，2号井无法抽到水。2号井为什么无法抽到水？它不是超过地下水面的吗？如果地下水面是这个角，2号井不是超过地下水面的吗？但问题是什么？它没有挖穿这个不透水层，它没有挖穿这个不透水层，所以它不能抽到水。还有一个哦，这我们额外讲的，如果它挖穿了，地下水面在这里，会发生什么事？如果地下水面高于它的井口，这边啊，你画好2轨，你就用原理，它的水会自己冒出来。连通管，连通管原理，这叫连通管原理。这种叫受压地下水，啊，受压地下水，啊，因为它的水面比它高，所以它这种就叫自流井，因为它水面高于它。如果这个东西不是人工去挖的，人工去挖的叫井。如果天然的这个岩层破碎，那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涌泉，啊，自然的涌泉出来。当然，那有的是人工。依照台北市的校园，做绿建筑的时候闹了一个笑话。之前做绿建筑，校园都很喜欢做个湿地，有没有？然后有一个学校就说，他们既然有天然的湿地，也就是说，那个地方好像有涌泉出来，结果很有名哦，大家就去参观哦，我忘记是哪个学校，一直到很多年，就是它很有名的，有一个人，觉得怪怪的，他拿一个检测氯的试纸去测了一下，它号称涌泉的水，结果他发现了这是自来水。也就是说，他们是自来水管破掉，然后从他们那个校壁冒出来，结果他把它当成天然的涌泉，大家都不知道哦，大家都不知道。还有是不是自来水拿那个含氯的试纸下去一测，如果它自来水是氯气消的。好，接下来那个，这我们讲过，复习一下哈，台湾最大的淡水湖是日月潭，好，然后呢，中东地区很有名啊，它不是最大，但是很有名。它有名在哪里？死海的名气在哪里？它的盐分很高，所以它的密度就很大。密度很大有什么好玩的？你要倒的就浮起来啊，不要游泳的，不要紧。你们有没有去海水躺过？其实我告诉你，一般人你只要吸饱气，在海面上你就可以躺。问题是你不敢，你就会乱动，然后就会沉下去。
你如果放松吸饱气躺着，这很重要哦。你要拿准讲海难啊啥哦，你不要那边乱动哦，你要等人家来救援，你就这样平躺着，在海面一定躺得起。有些人在游泳池都可以躺，看你的密度。依照湾全家里哦，全家我爸、我妈、我妹全部都可以在游泳池躺得起，但是我的脚会下去，所以我喜欢做一件事，我每次游泳池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脚勾在池边，然后我就躺在水面上睡觉，那救生员就不时来关心。这个人是活的还是死的？万一挂掉，救生员要吃官司的，不刑事责任。我以前去考过救生员执照，你要考救生员执照的条件就是你可以用任何姿势连续游600公尺，不然这里高，要换气，600公尺一定要换气啊，不可能不闭气啊，游600公尺，你就可以去受训，受训完你就可以拿到执照，拿到执照你就可以去打工当救生员，时薪比加油站、麦当劳还要高，但是有风险，运行业有引起啊，那要吃业务过失致死罪，所以有救生员都很注意，不敢聊天，也不敢下去那个游泳啊，那个视野不行。我没有当过啦，我拿到那个救生员，那个救生员证照2年要回去换照，我没有换照，那个照就失效。换照不用再考试，换照就是回去再受个训练，就换照，没有第一次要考试那么困难。我那时候唯一的好处是，那时候适应游泳池的门票3才1扣32块，我要是拿这个执照给门口看，我只要2块钱，那2块钱就是保险费。30块是门票，他就省了。他认为你有救生员执照，你来我们游泳池，不但不用救你，你还可以救别人。你知道世界上最无聊的工作是什么？世界上最无聊、最没事干的工作，就是奥运游泳比赛旁边的救生员。没有刚才做不了了。那就是你看那些世界各国选手，哇，好像每一个游得比我厉害。我是谁？我在这里做什么？可是依规定要不要救生员？要，只要游泳池旁边一定要有救生员，所以依规定他就要在旁边。问题是那个选手要你去救，这世界各国代表的选手，好，所以。那个号称所有工作里面最无聊、最没有事干的工作，那当然有人觉得事干很好啊，不用负责任。咱之一，我慢讲。